晴朗的一天出發。我係石崗菜園村關注組副主席阿盧明剛。琴日睇得到議事廳，最嬲尾入嚟嗰個就係霍震霆，佢連自己個位喺邊度都唔知，好多時都唔翻嚟開會，好多時都唔翻嚟投票，突然之間琴日就會翻嚟。我係黃太，我而家個心好難過，唔知香港點解咁衰啊！如果政府或者係鄭局長都用非法呢個字去形容我哋，或者將呢個後門都封咗，咁最簡單嘅啦，唯一嘅地方就係將菜園村嘅人置諸死地嘅啫。我哋大家心清眼亮，正視香港，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正話聽過呢，就係菜園村居民嘅聲音啦，咁當中呢，有好多呢都話今次睇完初步個公務小組撥款，後來去到財委會嘅辯論呢，佢哋對功能組別有一個深刻嘅體會，功能組別嘅議員究竟係點樣投票、點樣做嘢。咁等頭先呢，我哋就同阿何宗泰都係一位功能組別嘅議員啊，傾完之後呢，而家又同另外一位呢，都係喺成個高鐵事件啊，我哋叫做同埋菜園村個居民都相當之熟悉嘅阿朱凱廸傾一傾。咁啊，朱凱廸而家今日個身份呢，就叫做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朱凱廸，早晨，喂，早晨。係。我想問下呢，你呢個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你嘅角色就係其中一位成員啦。咁呢個大聯盟係有幾大，同埋有啲咩人聯埋一齊結盟嘅？其實我都係以呢個菜園村支援組嘅身份就加入呢個大聯盟嘅。呢個大聯盟大概有20幾個團體啦，咁有啲係社福界啦，有啲係政界啦，有啲係環保組織啦，有啲係地區受影響嘅苦主啦，咁加埋有20幾個咯，仲有啲學生嘅團體啦。你意思就有地區苦主就包埋，就唔單止係石崗嗰邊啦，就而家係可能大角咀嗰邊，亦都有係呢個。有葵涌嘅高鐵關注組都有嘅。不過呢個大聯盟出現得比較遲啊，咁或者你又解釋下個原因喺邊度呢？因為出現得遲係因為政府嘅手段實在太差咯，佢令到好多嘅高鐵嘅苦主呢係要去到10月中特首都要拍板啦，佢哋先至知道自己嗰個生活係會受到高鐵影響咯，所以大概要去到10月底11月初佢哋先至出嚟開始去組織咁樣。咁跟住，因為大家都會知道菜園村係組織得比較早啦，因為即係佢要趕人走，所以有啲法律程序要即係刊憲嘅程序，所以菜園村嘅村民比較早知道。咁所以菜園村都係其中一個要。佢係較早成為所謂持份者嘅，咁大角咀同葵涌就對於市民大眾或者起碼對我哋嘅聽眾嚟講，就好似好到好後期先加入啦咁樣。所以菜園村就都會幫多啲手去，嗱，如果我哋而家做咗比較耐嘅組織，所以其他我哋都要幫多啲手去幫我哋去做咯。朱凱廸啊，我都記得同你傾過唔止一次啦。咁今天又2個禮拜後，由4月18號去到今日2個半禮拜添啦。大家都開始有啲80後剖析系列啊，80後上晒頭版啦。行到去今天由菜園村最初你講緊係前年開始關注啦，去到今日2010年嘅1月6號，80後嗰個角色同埋究竟點解呢班後生仔對於呢個高鐵項目有咁大嘅感受呢，或者咁大嘅力量呢？一次又一次嘅進行苦行呢？我覺得就係好多嘅年輕嘅朋友，其實佢哋對於香港城市發展嗰種嘅諗法呢，喺呢幾年嘅發展，例如好多社會運動啊，天星碼頭之後已經慢慢成咗型㗎啦。咁嗰種諗法就係對於而家嗰個發展嘅狀態有懷疑啦。對於香港嘅空間俾好多大財團去壟斷有懷疑啦。對於香港政府，譬如喺嗰個城市空間嘅分配上面，對於係基層係唔公平，覺得有不滿啦。咁呢啲咁嘅，呢啲係一啲概念嚟嘅。
但係點樣去令到佢哋要出聲咧？咁係有啲事件要觸動佢哋咯。咁菜園村嘅事件其實係佢哋去開始思考高鐵嘅一個切入點嚟嘅。你話如果唔係有菜園村嘅話咧，你點會無啦啦去諗高速鐵路應唔應該起啫？或者應該起喺邊嘅？呢啲都係本來係好技術嘅問題啊，我覺得係專家先諗㗎嘛。其實高速鐵路或者菜園村啊，或者高鐵 VS 菜園村，都係一個表面矛盾或者叫做淺層次嘅矛盾嚟㗎嘛。即係如果我哋用翻阿溫總講法，個深層次矛盾係喺邊度咧？係咪喺個世代嘅矛盾度，喺個官商民嘅矛盾度，定係其實大家對嗰個前景好不安，所以有種心理嘅矛盾咧？朱凱廸。我覺得呢個，因為而家有個講法就係話，好似係佢哋其實係佢哋自己個社會處境出現咗問題，冇前景，跟住佢哋有焦慮，跟住佢哋即係青年人或者青年人第四代香港人嗰啲。咁所以佢哋先至出嚟咁樣借住呢件事件去表達咗佢哋呢種焦慮。如果我唔同意呢個睇法㗎，因為其實我就諗一個問題，譬如可能20幾年前可能而家嘅泛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咁樣，其實佢哋都係20幾30歲，就係都有作為領導咁樣去出咗嚟，跟住就喺個社會上面取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咁樣。同埋朱凱廸，當年啲70後走出嚟，啲60後咪話佢咯，啲60後走出嚟，啲50後咪話佢咯。每一代都要經歷呢一樣嘢，同埋新嘅手法就自然俾舊人覺得激㗎啦。喂，阿朱凱廸嗱，你咧就算係跨代嘅，因為你啱啱喺正中間嚟啊。喂，我想睇下你可唔可以做一啲比較咧？即係譬如話。